因为高雄高山要往寿山动物园的万寿路，因为路宽车较少，所以常常有真侪人伫遐咧批车，真危险。伫7月迄阵，有人骑重机超速搁压车过弯，互警方上班。即马检方认定是危险驾驶，依照公共危险罪，甲即个骑重机的民众起诉。 限速40的山路，机车接触快速过弯，后壁同行机车明显将车身压低。虽然道交条例并无明确规定过弯压车的角度，但超速压车过弯的行为，经过警方依法移送，检方最后以涉犯公共危险罪起诉。以来回穿梭竞速，并超速将近40公里之时速行驶，压车过弯等危险方式，且被告行驶同时，仍有其他用路人车行驶于该路段。 认被告设有刑法第185条第1项后段之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嫌。检方调查当事人7月7日伫高雄高山万寿路来回3摆，但正常过弯机车起的角度大约是72到80度，但当事人角度却分别是38到44度，认定当事人故意压车，加上车速达77公里，相关的行为已经是危险驾驶，可能害到其他用路人。袂啦，因个囡仔咧耍的就是安尼啊，就伊爱耍一个时间尔，是少年人安尼尔。啊，耍的时我若是有较紧着啦。 伊个时间也无一定，等因来休困的时间还得来。万寿路因为路宽，加上是山路，平常时车无济，常常有民众驾车，部分汽机车经过嘛会变紧。10时透早记者就看到部分机车高速过弯，嘛互当地民众烦恼发生危险。哦，下坡、上坡都有。 根据警方统计，万寿路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处理487件违规，其中有32件是危险驾驶。为着防止驾车行为，警方嘛会加强处理，呼吁民众减速以免受罚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